如果你老闆成日都話你同 AI 溝通下啦，恭喜你，依家真係可以用把口嚟溝通下。OpenAI 最新更新 ChatGPT Voice 依家係可以入到桌面端嘅 Work 同埋 Codex， 即係你唔使一定要打字，可以直接同佢講，幫我開個任務，查詢下進度，改一改方向。請幫我整一個簡單嘅 AI 工具介紹頁，主題係香港打工仔常用嘅 AI 工具。以前用 AI 好似同一個好叻但係好怕醜嘅同事講嘢，你要逐隻字打清楚佢先會識喐。依家就好似你身邊嗰個 intern 咁樣，你可以一路講一路改，一路話呢個方向唔啱喎，師兄。最重要唔係可以講嘢咁簡單啊，重點係個 voice 入咗 work 同埋 codex， 即係佢唔止係陪你傾偈，仲可以係幫你協調你嘅工作。即係你可以講幫我整理呢份資料，等佢做緊嘅時間，你可以問佢做到邊啊，有冇卡住啊？分別做到易明啲邊？嘅方法快速講解。第一個 ChatGPT 適合打草稿同整理如果發現方向錯咗，直接可以打斷。整理內容。等等先，但上線前嘅好，你講。我去呢個感覺就好似你終於有一個下屬，但係佢唔會喺星期五5點半先至話俾你聽。其實我唔明啦。不過又唔好即刻幻想成以後返工淨係講嘢就出到糧。現實係如果你講嘢講得唔清楚嘅話，AI 都會好有禮貌咁帶你去行你條錯路嘅。香港人就最熟啦，我明，然後完全唔明。所以呢個更新真正代表嘅係 AI 由工具慢慢變成工作夥伴，但係你嘅價值唔係識唔識撳個掣，而係你識唔識落個指令，識唔識判斷結果，識唔識喺佢行錯之前叫佢停。如果你喺公司用 AI 呢個方向，其實真係好值得留意，因為未來唔係每個人都會開10幾個 app 嘅，而係你用嘅自然語言叫 AI 幫你點樣協調工具、文件同埋流程。總結一句 ，GPT Voice 上桌面端唔係令你可以同 AI 傾多啲偈，而係令 AI 更加似一個可以俾你即場指揮嘅工作隊友。想我之後用香港打工仔嘅角度拆解更加多嘅 AI 更新，follow 定我，唔好等到 AI 識開會，你先識開個 ChatGPT。